各位兄弟平安，今仔是7月20，咱到拜二的时间，希望上帝来帮助咱，互咱逐工读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对咱来成做咱的帮助。咱今仔所要读的是诗篇61篇，今仔咱所要读的经文是伫诗篇的61篇，这是伫旧约的圣经内面，希望上帝来帮助咱，互咱对诗篇对着一寡启示，上帝对着这圣经内面的话，互咱会当明白伊所要互咱的话。诗篇61篇，咱今仔所要看的经文伫诗篇61篇。若有，请咱大家先开圣经；若无，请咱大家来听牧师伫遮来讲这段圣经。诗篇61篇，这是大卫的诗。上帝啊，求你听我的求救，乐听我祈祷。我的心失志的时，就要对地极求救你，求你带我到迄个比我较悬的石盘，因为你捌做我逃闪的所在，做我坚固的台，来脱离对敌。我要永远住伫你的布棚，我要秘伫你的稳密的所在。上帝啊，我所下愿你有听见。你有将产业赏赐敬畏你的名的人，你要加天王的岁寿，伊的年岁要到伫代代，伊要永远坐伫上帝的面前，坐位伫上帝的面前，愿你陪伴、慈爱甲诚实来保护伊。安尼，我要唱歌学乐你的名到永远，通日日写我的愿。阿门。愿上帝祝福伊的话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所看的这段圣经是大卫的诗。咱也知大卫伊是一个以色列的王，伊是一个做王的人，总是伊逃闪伊的对敌的时间比伊做王的时间搁较侪。咱也知影伊咧做王的进前，伊有一个伊的头家叫做扫罗王的人，是来对敌伊的，甚至到伊做王了，大卫做王了，伊的囡仔一个押沙龙。有哪来对杀伊？所以对这个大卫来讲，虽望伊是做以色列的王，有40年久的时间，总是对伊的一生来讲，有真侪需要去逃闪这对敌的事。所以伫今仔日咱所看这个诗篇的内面，这个大卫伊时常伫上帝面头前来祈祷，伊险彩伊遇到这困难的时，伊永远无袂记得伫上帝面头前爱来上帝。来祈祷，求主来帮助伊，互伊会当赢过伊的对敌。所以大卫一生受苦，但是伊搁较珍惜伫上帝面头前会当有祈祷，会当有敬拜上帝的机会。所以咱今仔日看到这段圣经讲，因为你捌做我逃闪的所在，伊讲做我坚固的台，来脱离对敌。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检采对敌真猖狂，检采对敌对咱有真侪攻击。但是主是咱坚固的台，互咱会当来脱离这个对敌。伊讲，我要永远住伫你的布棚，我要秘伫你实的稳密的所在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会当秘伫主的布棚，互咱会当这个秘伫主的这个实的，互咱来得到保守，得到帮助。所以最近有真侪人真烦恼，真这个担心讲。是毋是即个疫情的关系？是毋是即个即个疫苗？是毋是会有啥物款的问题？总是主上帝帮助咱，互咱虽望有真侪的代志攻击咱，互咱有真侪代志，敢若毋是咱会使去面对的，总是咱会使对上帝来祈祷，秘伫主的实下，秘伫主的内面，互咱无得到遮个伤害，无得到遮个攻击，互咱永远会当来得到帮助。所以伫即个所在。这个大卫伊安尼讲，伊讲，我要唱歌来学乐你的名到永远，通日日来写我的愿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检采有真侪咱的民间的信仰，要写神来表达因来行这个主的行因的生命的愿。总是咱要安怎来行咱对主的愿，就是咱用学乐唱歌来敬拜咱的上帝，将这来当做一个芳芳的祭来献互主。所以主毋是爱咱的一寡金钱，也是讲咱爱一寡啥物款的献祭互主，
主要爱的是咱会当来用诗歌来讹乐咱的上帝。望上帝来帮助咱，互咱逐工倚靠主，用诗歌讹乐来行咱逐工所对主来遮所有遮一切恩典。望上帝帮助咱平安。